嗰晚咧，我就喺屋企休息嘅。咁直至晚黑咧，火災開始嚴重啦。咁我有個同事咧，我助理啊，佢就姓李嘅。咁佢打電話俾我，佢話：喂，老闆，嗰個火災咧火災咧幾犀利喎！我有個好朋友咧，消防員咧，都喺入邊咧殉職咗。香港同仁基金創會會長余順輝在聽到消防員何偉豪犧牲的消息時，他意識到發生在香港大埔的這場火災絕非小事。作為企業家、慈善家，他立刻投入了火災的募捐工作中。近日，他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，回憶起那天的情景。咁我係香港 EMBA 環球班授旗班嘅班長啊，咁我亦都將呢件事上空個班嗰度發動一下。不到2個鐘頭呢，佢哋就已經係籌到過百萬。余順輝介紹，香港大學 EMBA 環球班由於80個來自天南海北的企業家學員組成，其中匯集了來自兩岸及港澳地區的企業家，他們紛紛慷慨解囊。我哋有個新疆嘅同學有2個，有個新疆嘅企業嚟嘅，咁佢就第一時間捐咗錢呢，咁佢嘅公司名呢就哈密定啊。咁我同學叫梁亞，咁哈密定嗰個董事長呢叫詹峰。咁以前嘅新疆都係偏落後，都係我哋香港人一個重點扶持一個地方嚟嘅，包括技術啊、資金啊咁。咁呢次令到我哋香港碰到火災困難啦，佢迅速作出反應，咁咪令到我係非常之振奮啦。咁第二個呢，又係非常之深刻嘅呢，就係一個台灣嘅同學。台灣嘅同學呢，佢就第一時間已經參與咗募捐嘅啦。咁呢個同學叫劉清，姓劉嘅。咁後尾再追加咗100萬新台幣。咁第三個呢，就係國內一個好成功嘅同學嘅企業，佢而家將個企業已經搬咗嚟香港㗎啦。咁佢嘅公司呢，就叫做途遊戲公司嚟嘅。咁啊，李建良同學捐咗就300萬。咁啊，第4個呢，就係澳門啦。澳門有個呢個李清，又係好積極咁去呢個支持呢件事。我哋中華兒女喺任何嘅地方、任何嘅時間、任何脈絡有事以上嚟，我哋都去凝聚喺埋一齊嘅。正正有呢種凝聚力，我哋中華民族可以面對任何挑戰同埋困難。此次募捐的善款是通過香港同仁基金進行捐贈。香港同仁基金成立於2021年，以支援紀律部隊為核心，覆蓋警隊、消防、海關、懲教等群體。余順輝介紹，通過此次火災，基金會也將有更多舉措，為消防員和警察的家屬提供更多實質性幫助。通過呢次嘅火災呢，我哋亦都做咗個檢討，點樣以後碰到突發事情，更好、更快速咁服務到我哋執法人員、消防員、警察呢。咁同時呢，作為消防員啊、警察嘅家屬呢，我哋都亦會背後都會支援佢哋，喺心理上點樣更好支持，包括佢哋屋企人喺前線面對嘅困難。咁未來我哋會就住呢件事成立多4個會呢，就會更專線，以後更快速同埋更專業咁樣服務佢哋。